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Tammy，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用1號洗面 gel 嘅起泡小心得。直接支5蚊 size 嘅洗面 gel 喺手上面，另外一隻手咧可以再濕透佢啦，跟住就雙手搓個洗面 gel 由粉紅色變成白色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其實個水喉可以較細少少。咁頭2次咧，我就會加入比較多嘅水分。一隻手咧就做成好似兜兜咁樣，另一隻手就用3至4隻手指分開大圈起泡，幻想下好似鳳爪手咁樣。其實個情況就好似發蛋，唔需要太大力就 OK 㗎喇。最終呢個泡泡如果係柔軟豐厚嘅情況啦，咁呢個時候你覺得足夠，就可以將個手掌呢反轉個泡泡都冇跌落嚟，咁就 OK 㗎喇。呢個時候可能你手上面會好多泡泡啦，咁就可以放嗰堆泡上面，繼續以少量多次嘅方式去打圈起泡，直至足夠呢，你覺得係可以洗面啦，同埋洗你個頸嘅。最重要記得3個秘訣就係要有水啦、空氣啦，同埋足夠嘅份量就可以㗎喇。